来，乡亲啊，来看这个新闻的头一条。台岛国的经营酒店有50个员工，昨透早分别坐着4台的小巴士要就山去上班，结果半路拄着地动，昨是一度找无这50个员工，是到昨的下晡，有3个员工用行的。 行等于饭店，才有因的消息。讲4台小巴士，其中1台伫咧九曲洞，遐有5个人等待救援。另外，公路局早起出动着空拍机，伫咧175公里的明隧道，发现一群人咧下手化救人。原来因就是经营酒店的员工，即马就要等公路抢通，因才有法度出来。那个已经找到了，那个找到了啦。对，那个10点的找到了。 2个开车的在那边互攻。透过空气飞行机，伫咧中华公路175公里附近的民房空，总算找到经营酒店失联的2架巴士，佮有20外个员工。伊嘛向空气机来下手，互大家放心。3号早起，经营酒店有50个员工坐4架巴士上山做事，熊大地动，煞互4架巴士失去联络。公路局透过手机啊定位，找到其中1台伫咧台北线中华公路的九曲洞附近。不过山壁的石头一直落，交通受到阻碍，是真歹救援。加在有3个员工伫咧3号下晡，家己行倒来饭店报平安。有部分有联络，那个电话上有联络上哈，就是3位再回去饭店。对，还有就是说我们。 这中间这一段时间，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消息传出来。那目前我们知道的状况是，目前安全上还是 OK 的。经营酒店表示，其中1台当时伫咧燕子口的磅空附近，即马已经转来到市区，车顶的人员拢平安。即马剩5个伫咧九曲洞的员工，佮有受困伫咧民磅空的20外人等待救援。目前呢，得到的那个资讯里面，就是说九曲洞到天祥这一段相对稍微好一点，反而就是九曲洞往花莲市区这边，目前是到175K 的那个左右的地方。公路局已经抢通到175.6公里，到民磅空剩500公尺。不过山壁的石头一直落，要等山壁稳定才会当继续。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大队嘛，组成救援小组伫咧现场等待，希望让受困的民众赶紧回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